19-р хичээл Тийн ялгаал. 第19课格。蒙古语的格有7种。一、主格，主格没有后缀词。 Үг хэлэх, 说话， ном унших, 读书。二、领格，后缀词为 in、on、no， 相当于汉语的的。in 接在元音后面， on 接在 n 以外的辅音后面， no 接在 n 辅音后面。 дэлхийн эд улс, 世界各国。 Батын харамда, 巴图的铅笔。 Багшийн гэр, 老师的家。 Уулын ангир, 山路。 Монголын тал нутаг, 蒙古草原。 Хаврын уур амьсгал, 春天的气候。 Малын хашаа, 牲畜栅栏。 Улсын туг, 国旗。 Манай улс, 我们国家。 Хүний чанар, 人的本性。 Түүний нэр, 他的名字。 Усны тунгалаг, өвсний соргог, 清水嫩草。三、相位格，后缀词为都、突，相当于汉语的在、到、向。都接在元音和音节末软辅音后面，突接在音节末硬辅音后面。 Наранд ээх, 在太阳下晒。 Америкт очих, 到美国去。 Хөлд оруулах, 走路训练。 Хүнд өгөх, 给别人。 Баатарт хүргэх, 向巴特尔赠送。 Бусдад туслах, 帮助别人。 Улсад тушаах, 交给国家。 Агаарт дэгдэх, 腾空。 四、宾格，宾格后缀词为 ik，相当于汉语的使、给。ik 接在元音后面， ik 接在辅音后面。 Хүржийг ишлэх, 给铁锨安把。 Будааг идэх, 吃饭。 Ширээ сандлыг тоолох, 点数桌椅。 Хог тоосыг арилгах, 清除灰尘。 Малыг услах, 给牲畜饮水。 Сайныг сонгох, 选择好的。 Бусдыг туслах, 帮助别人。 Ажлыг хийх, 干工作。五、从笔格，后缀词为 ch， 相当于汉语的从。
，ch 接在元音和辅音的后面。 떨어져서 авха 从道尔基要 시딩 호토스 이르흐 从锡林浩特来， 아즈다스 보흐 从工作岗位上下来， 그레스 가르하 出家。6. 凭借格，后缀词为 ber ir， 相当于汉语的用。ber 接在元音后面， ir 接在辅音后面。 하른다가르 비치흐 用铅笔写字， 오사르 오가하 用水洗， 데세르 오이하 用绳子捆， 토스허르 제르그드흐 用砖砌， 샤브라르 베르흐 用泥巴捏， 발도라르 아르츠흐 用橡皮擦， 자마르 야와흐 顺路走， 가다르 샤르흐 用火烤。7. 和同格，后缀词为胎，相当于汉语的和。胎接在元音和辅音后面。 바이르타 나즈드흐 和巴亚尔交朋友， 참타 함타 和你一起， 흑치타 야와흐 和姐姐一起走。 마드가타 훈 戴帽子的人，